羅君佐話要捨棄先得着。喺歡樂今宵成日扮嘢嘅羅君佐，11年前患上糖尿病，因為細菌感染要切左右腳。日日起身望住塊鏡，哇！明知面色差到死灰咁，都會話俾佢聽：哇！你今日面色幾好喎，你勤力啲啦，你聽日好啲㗎啦。坐住輪椅嘅佢遇過奸嘅阿伯。咁我問佢：爸爸呢部 lift 係咪上14樓？佢話我張輪椅唔係喎，呢部 lift 上唔到14樓喎，隔離都好，撳13次上14樓。但佢冇埋怨上天。大把自知病人，唔一定我講。只不過我相信每個人嘅故事都唔同咯。截肢截到上膝頭哥，但佢反而變得更強。少少嘅肢體能夠換翻一條命，因為我全身麻醉咧，嗰個風險係好大嘅，即係隨時喺手術裏邊咧期間咧會猝死啊，或者失血過多啊，即係會翻唔到嚟啦。咁但係我2次我都夠膽搏，2次我都冇事，咁我成日都覺得盡力咗。佢而家幫慈善機構擔任復康大使，下星期仲出書。要捨得先得㗎嘛，要捨棄先得獎。我犧牲咗少少嘅資產之力，但係得到好多咁多嘅愛，我真係點講感恩。